过一道阿妹一道丢，哎呦，蹦康来，爸，你倒转来啊？啊，今仔咧创啥？啊，爸，我咧切杯啊。哦，哟，咱昨个16号茶哦，拢卖完啊，你嘛搁去茶行哦去补一寡倒转啊。哦，我知啦。对啦，阿爸，即工哦，茶店遮咱冤家有无？毋是甲咱讲话有足侪物件，我拢家己的哦，你去甲讨钱囝。哦，你这查囡仔就是安尼啦，这厝边搭搁兼好朋友哦，这一撮仔钱尔，这要叫人赔，歹看啦啊！无咯，爸，你讲咧都毋对安尼，爱甲咱弄破物件先爱赔咱的啊。你若毋叫伊赔啊，一定都来甲咱破。你讲这啥物话啊？我问你，是你较大，我较大？你较大。来，人家这，来，加济啊！人家，咱来看有啥物茶吼？我毋是要来啉茶啦，毋是要来啉茶？嘿，我是要来探听一个人。哦，来探听一个人。你是要探听啥物人？都白骨的因后生，你毋知捌哩无？哦，白骨的因后生哦，你毋咧讲迄个倒的？我捌到有准去啊，你咧？哦。你坐要创啥？因后生哦做倒的啊。晓啦。好。咱来借问咧吼，这个倒的咧做人好啊歹？这，问我上知，我甲倒偌熟的呢。伊这个人吼真老实啦，毋过吼，迄小可煞型呢。咱过来借问咧吼，迄个倒的毋知娶某啊未？娶某？哎哟，你都毋知影，倒迄落型吼，倒一个查某囡仔甲嫁伊哦。若安尼讲，还未娶？晓，还未娶啦哈。确实还未娶吼。确实啦。安尼哦，好，安尼，多谢。我连工再过来。奇怪呢。这拢无看啊！人讲我犯着桃花劫，有慌乱心动，拢无看伊伫咧动啊，奇怪呢。动啊！慌乱咧心动啊！我的行就是摕较远的，因为面较宽摕较远才照会着。无怪豆婆定咧讲我歹掠镜头，掠袂着。慌乱心动，桃花劫。哥，你即摆是创啥？你安尼照镜照30-40年，佫照袂先哦。我今仔照镜吼，才知影讲帅哥是生做什么型的，就是讲我这口罩尔。无啊，你讲啥？慌乱心动，对，桃花劫，对。我看你有问题呢。安怎？你这型的也无像恁老母，也无像我了。爸，你的意思讲我拢无像恁安尼，毋着较早你为我旅行有我的时阵，就是驶到半路啊无油，怎去加石油，还是加汽油，还是去透着满。好啦，我是讲怀疑尔啦。我知影。好，爸，你讲阿娘歹话吼，我要叫阿娘。阿妹啊，嘘，咱来友好，阿娘咧困，咱莫我吵起来，走无？嘿啦，你困好，这要去叫倒困就麻烦啦，安好啦。对。阿姐，你讲你慌乱心动有桃花，到底是安尼嘛？讲我听看卖。煞毋知影经国再来迄个地艺馆，迄个阿姐啊吼，家头讲呢，伊讲有一个迄做人吼，伫做毋人的去遐伫探听我的迄通书呢。要笑死人讲的，你是人啊，毋是狗啊，哪有迄通书啊？讲了伤紧张啦，探听我的迄通书，就是意思讲，迄媒人伫咧调查我的生活背景甲我的身世，一定是咱这庄仔头内底哦，毋知有倒一个帅妹去介意着我这个帅哥。真是的哦，阿兄恭喜哦！要啦。我看嫁你遐吼，可能一寡歹当故事的啦。阿爸，你讲这话就毋对啊！你意思讲恁囝即落型的去娶到的查某，一定是迄落我不全的，无着开骹，无着破相型的。毋是干的哦，恐惊是死人的哦。死人的！恁后生这面要娶的某会去死人的？我毋相信，我安怎？我去照着钟楼怪人。邓总，我知。我问你咧，我甲你问。目睭安尼掠我金上拢总无呢？阮妈妈无伫，你是毋是伫咧监视我？报告大小姐，讲监视就歹听，这落跟班啦。因为当时你出去的时阵吼，有交代讲吼，你免互你出去。我惊讲你头先转去台北。邓总啊，我知。
我知影哦，你这个人一向足重信用的。啊吼，若袂你讲的代志，你绝对无乌白讲，对无？对，也是大小姐了解下官，下官以后的作风就是讲义气，绝对是讲义气。啊，什么代志你拢袂你甲我讲？无论什么代志，我绝对袂跟讲，我嘴敢若目敢若米苔咧。哦，目甲若米苔咧。对对。敢真是拢袂用你讲？无可能。若即款的我若无讲吼，我表姐，嘿嘿，大小姐爱知啥物，你做你讲。你讲妈妈是咧回啥物？恁妈妈是安尼，恁妈妈讲伊要将你嫁予即个拜国的后生。啥物啊？当总的啊？啊，我知。阿勇，你哪伫遮？妈咪啊！喂，你要甲我嫁拜国的老师，我歹嫁，若要嫁你去嫁。少年的唔嫁，煞嫁老的。